拜拜。哎，真的有没有？就感觉上觉得这个原住民很土，原来是他，有没有？大家会骂我，反应很慢呢。这样，台北阿美族的小芬小姐，小芬8点打给我，署名出警真的很会，很会。哎，有感觉这个阿美族比较土一点，有没有？更有土味，有没有？可能是同乡会。哎，我觉得台北的阿美，在台北的原住民都有一种那种很 feel 的部落 feel 的感觉。小芬 yes 小芬，你用几句阿美语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卡巴古拉的一岁是署名，哎呀！有没有？有。哎，你要用阿美语回他一下，人家有赞美你。人家有赞美他。阿赖吉小芬。阿赖吉小芬。好，哎，真的厉害呢，很厉害，而且他的族语创作是不是很酷？对呀，怎么会有党父这种歌曲的出现呢？而且那个歌词写的那么白话。因为我们的母语的境界先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慢慢才会增强。可是真的是会，就是让人跟着想要一起走路的感觉。真的，有些一起想要跳舞，而且会当，有没有？对，我在想我妈妈应该会，马上就是会跟着一起走路的感觉。对，小芬你煮那个打多跟和什么时候？对呀。小芬你自己讲一下，你在台北，而且你在台北那种都会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一张阿美语的族语创作专辑在台湾问世，你觉得它会不会展开一条这个新生大道这样子？有啊，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，就是阿美族就是走在街上就可以很大声的唱族语歌这样子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跟着受到那种感染，有没有？一定要有没有？你看小芬真的很会耶，真的。所以你很期待族语专辑。拍一下 MV 嘛？拍一下 MV， 他有，因为原住民的资源不够。我不得不赞美一下刚刚那个宣传的那个封面照啊。对。怎么可以那么帅啦？哎，宣传的封面照已经拿掉，宣传封面照很帅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说田径100公尺的那个跑步的姿势，对不对？很帅，署名不像你呢。好，你要说很像啦。看起来有那个感觉是185的感觉。有185的感觉，现在只先这样子了。腿部的曲线。腿部的曲线非常好看，对不对？小芬来讲一句话祝福他一下。好了，上帝祝福你那个就是未来的歌唱事业可以进军国际。阿门。对，非常感谢小芬，我们也祝福你好吗？谢谢。屏东排湾组八先生赏。好。八先生。是。对，通关一杯，来。8点来跟我署名出勤，很会。很会。哎，你觉得署名会不会，八先生？不会啊。超会的啦，我的妈啊！很够。真的很厉害吼。That's right。他毕竟八先生是我们节目的 VIP 啊。八先生，你讲一下族语专辑即将问世哦，你觉得会不会很大的期待？很大期待，像阿密特那个就期待很大，可是没有想到里面好像只有一首。对，因为他总是要慢慢来，这署名没有在怕的，他整张都是族语的创作。有，我们有附说明书。里面还有中文，还有翻译啊，所以全世界还有英文的，这看英文的人也可以看得懂。对，里面都有日文、英文，其实很国际的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语言推出去啊，巴先生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会怎么样来祝福署名？我唱一首歌好了。嗨，终于有人要 PK 了，来唱一首歌，来。我应该也有你的歌吗？海洋那里有一海一样，海洋。你怎么会啦，巴先生？他有混过都兰，你看。稍微学一下嘛。真的，你用这首，我署名就是这首，你要表达一下，人家唱都兰的歌了，他是排湾族为了啥子噶家呀咿呀人，为了啥子噶家呀咿呀人。原住民的回礼真的很妙我的妈，好有特色哦。巴先生，谢谢你的口音，我们也祝福署名，对不对？好的。谢谢巴先生的口音，谢谢。马给巴嗨这样子，来，我们来问给全球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署名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、丰富的创作的力量？他其实来自于部落给他的养分，而且他之前还为了这个自己部落的文化能够被推广，自己拍了一个影片，对不对？那个影片叫做。那个影片叫
宿命东购。宿命东购到底是什么？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宿命东购。宿命东购。今天要带大家要去的就是我的部落，竹兰部落，也是我口中自称的原住民东海岸线的首都。那代言台东的世家，凤梨世家，哦，非常的好吃，一吃是提神。现在来到的地方是都兰糖厂，有没有看到巨大的烟囱？这是都兰最高的建筑物，居然是烟囱还会冒烟，空气污染。现在不会冒烟的啦，我小时候真的是糖厂的工厂，小时候根本不可能进来糖厂，现在都就会变成艺文特区了，而且以前糖厂都是对我的回忆啊，就是糖厂就是要排废水，有没有？废水都甜甜的，小朋友就爬到废水糖果，像国小2年级的时候，对。然后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，糖厂就关起来了。可是它都是围墙啊，以前也不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，现在都没有围墙了。很多原住民的工人在上面工作。